你是否對自己嘅體重好唔滿意？希望可以減走多餘嘅脂肪？超重或者肥胖已成為全球性嘅嚴重流行疾病。由於現代人嘅飲食習慣同生活方式非常唔健康，導致肥胖率迅速增長。我哋平時食太多加工食品、精製糖分、飽和脂肪、精製碳水化合物同防腐劑，呢啲高能量食品只係含有少量嘅纖維同營養價值。長時間坐住又唔喐動嘅生活方式，例如長時間坐喺辦公室工作或者坐喺屋企，同埋缺乏運動，將會導致多餘嘅能量以脂肪嘅形式儲存喺體內。呢種現象將會提高患上心血管疾病同埋新陳代謝問題嘅風險。呢個就係肥胖嘅主要原因。能量輸入高過能量輸出，當能量輸入超過能量輸出時，脂肪細胞嘅體積就會擴張。當脂肪細胞擴張到極限時，細胞將會分裂，數量亦會開始增加。脂肪亦會喺內臟器官周圍開始堆積，例如心臟、肝臟同埋胰腺等等。呢種現象就被稱之為內臟脂肪。我哋隆重為你推介一個讓你擁有更健康同苗條身材嘅好方法，就係以啟動燃脂模式嚟消除隱藏性嘅脂肪。各種科學研究已經證明，特定嘅植物萃取物可以促進脂肪燃燒，抑制食慾，並減少身體對脂肪同埋碳水化合物嘅吸收。植物萃取物包括黑薑、綠咖啡豆、綠茶、烏龍茶、藤黃果等等。而家你可以喺 Slang Glow 揾到呢一啲植物萃取物，呢種多合一配方有效幫助你自然達到健康嘅理想體重。植物萃取物可以促進褐變反應嚟提高脂肪嘅燃燒，即係讓更多白色脂肪細胞轉變成褐色脂肪細胞。由於褐色脂肪細胞含有更多嘅線粒體，而線粒體被稱之為能量發電站，因此更多嘅能量將被燃燒，然後轉化為熱能，脂肪存庫將會被分解，同時亦會化作能量嘅來源。當脂肪嘅體積一縮細，就會開始減少內臟脂肪同埋皮下脂肪嘅囤積。瘦素係一種激素，通知大腦你嘅身體已經儲存足夠嘅脂肪，然後開始控制食慾同埋向身體發出燃燒卡路里嘅信號。不過肥胖者嘅血液中含有過多嘅瘦素，將會導致瘦素嘅敏感度下降。呢種情況稱之為瘦素抵抗。瘦素抵抗會令人產生飢餓感，因之暴飲暴食。植物萃取物有助於提高瘦素嘅敏感度，降低食慾同埋發出令身體燃燒卡路里嘅信號。呢個獨特配方幫助抑制特定嘅酶，阻止酶分解食入身體嘅脂肪，間接地減少脂肪被人體吸收。未被分解嘅脂肪分子就會通過排泄系統排出體外。呢個配方都會幫助抑制成熟脂肪細胞嘅生產。除此之外，碳水化合物嘅分解同吸收亦都會被減少，有助降低脂肪喺體內嘅堆積。植物萃取物嘅全部效益盡在呢個方便嘅獨特配方，而且全都經過科學驗證，讓你食得安心又放心。今日就開始採用 Slang Glow 嚟管理你嘅身體與健康啦！未來嘅你將會感激今日積極搣甩脂肪嘅你，你好快就會變得更苗條、更健康，讓你綻放自信嘅光芒。